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1，诗篇70篇50安尼讲：总是我困苦散赤，上帝啊，求你赶紧来我遮，你是我的帮站，我的拯救。上帝啊，求你唔通延迟，三甲来祈祷。帮站佮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阮未出母胎就已经知影阮，伫阮未形成的身躯就已经看到阮。主啊，你为着阮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主啊，阮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阮捏造。阮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深深知。主啊，你对阮的创造奇妙，你对阮的安排伟大。主啊，阮的一生在伫你。阮的愿望拢伫你，主啊！总是我困苦散赤，上帝啊！求你赶紧来我遮，你是阮的帮站。阮的拯救，主啊，求你唔通延迟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